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啊！我叫 Edwin 啊。今日咧，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粉嶺皇后山邨嘅全新公屋單位啊。呢個單位面積大約330平方尺嘅，屋主要求改造成2房1廳嘅間隔啦。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時尚風嘅設計，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，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基本裝修套餐，連埋升級工程嘅。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咧係包括有新鋪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，更換廚房嘅地磚啦，安裝窗台石啦，新安裝全屋嘅家私，包括睡床、衣櫃、獅子櫃、電視櫃啦，新安裝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玻璃浴瓶啦，仲有廚房廁所嘅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，全屋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啦，連工包料合共238200蚊，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，以誠為本嘅。好啦，過嚟廚房呢邊睇睇，單位廚房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，下方櫥櫃預留咗位置擺放洗衣機，上方櫥櫃亦都預留咗位置擺放微波爐同埋安裝抽油煙機嘅。另外，工作台面採用咗白色嘅石英石。喺櫥櫃中空嘅位置，我哋做返不鏽鋼嘅面板，方便清潔嘅。好啦，洗手間方面，洗手間門我哋採用咗白框半透明嘅趟接門啦，而洗手間我哋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間隔。喺淋浴區呢邊呢，我哋安裝咗呢組黑框弧形嘅玻璃浴瓶啦，而喺洗手間近門口嘅位置，我哋亦都安裝咗鏡櫃同洗手盆櫃啦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訂做咗呢組不鏽鋼冚嚟到隱藏翻單位嘅明喉嘅。好啦，過嚟第一間睡房。第一間睡房門我哋採用咗木趟門嘅設計啦。我哋喺睡房嘅左手邊訂做咗呢組嵌入式嘅碌架床。另外，近睡房窗邊嘅層架呢，亦都有 LED 嘅補光燈。而喺睡房嘅右邊就係呢組到頂式嘅衣櫃連儲物櫃。好啦，過嚟第二間睡房。第二間睡房同樣採用咗木趟門嘅設計啦，而第二間睡房亦都設有地台床，連到頂式嘅儲物櫃。儲物櫃近中空嘅位置亦都設有 LED 嘅補光燈。另外，睡房近門口嘅位置安裝咗呢組展示櫃嘅。好啦，過嚟客廳睇睇。客廳我哋安裝咗呢組到頂式嘅展示櫃連電視櫃啦。呢個櫃唔同嘅位置都有 LED 嘅補光燈嘅。客廳近門口嘅位置我哋安裝咗呢組曲尺型嘅獅子櫃啦。最後單位嘅客廳同埋房間我哋亦都鋪砌咗呢款淺啡色嘅木紋磚嘅。